呀哈，俺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明呀么？中低收入、重大收入、重大收入、军公教、军公高、军公高、农渔民、农渔民、农渔民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写下下。商量、参详、参详。好，请问爱攀乜嘅呢？我爱申请重大收入嘅补助。我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哦。好，请问系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系渔民么？唔咩呢？请问有身心障碍嘅身份么？冇冇呢？也系申请单，晓得写么？看起来过上困难。冇要紧，先拿回去同路卡人参详一下，等全部写好，能拿来申请，好么？好，多谢。看系调到嘅样片，有几句话我嚟教大家。第一句，你好，请问你要办什么呢？你好，好，就是国语您好的意思。你好，好，你好，好。接下来，请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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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办什么呢？我攀乜嘅呢？我攀乜嘅呢？好，那整句话接起来是什么呢？好，请问我攀乜嘅呢？好，请问我攀乜嘅呢？好，第二句，我有几个问题，我先请教这边要特别讲一个字，这是非常道地的客家语的用法。有点像是发语词，就是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先请教你。好，那我们先听哦，那我有几个问题，我有几个问题，我有几个问题要先请教您，我先请教我先请教好，整句起来呢，我有几个问题我先请教我有几个问题我先请教撒下来。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或是渔民吗？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请问您是？请问你是？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军公教人员、军公教人员、农民、农民、农民、渔民、渔民、渔民。好，现在有个词比较特别的，压黑，压黑，这是我们华语中的或是。好，那你听哦，农民压黑渔民，这句话是在问农民或是渔民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挑战整句喽。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好，我整句喽。请问你是军公教人员、农民也是渔民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一句是挑战题这是特别难的一句话。好，当那个资料表格特别难的时候，我们公务人员想要请民众想要带回去跟家人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怎么说呢？
先拿过去同陆家人参详一下，等全部写好再拿来申请。好，练习听力咯。先拿过去同陆家人参详一下，等全部写好再拿来申请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这个单元所有的语词的练习，好不好？记得咯，要多听多练习哦。